各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就伫咧美国批准荷兰单买E9 F-16战机的2天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0日去拜访这2个国家，而且有去视察基地。荷兰表示讲，若达到E9的条件，就会赶紧来办。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台北，国家总理弗瑞德里克森同齐前往斯克里斯楚普空军基地，一座 F-16战机。Yes, ma'am. Thank you so much. 几点钟进前，泽伦斯基才伫荷兰甲总理吕特伫爱因霍芬一个空军基地会面。伊一日访问2个国家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 F-16战机。也毋过，毋是随会当摕到，目前荷兰有24架会当操作的 F-16，会伫2024年中进前摕入。We are looking into whether we can supply all the remaining planes, or that still stuff has to be done to update them, or maybe it is not possible. So the exact number I cannot give you, but we are working from the fact that at this moment we still have 42 in stock. F-16s are very sensitive planes, so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all the infrastructural things have been prepared. 荷兰甲丹麦最近几个月继续协助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乌国有数十人受训，因为培训工程师甲机械师也至少需要6个月，也是更较长的时间。先天今年秋冬无法度用 F-16，美国10月批准丹麦甲荷兰交付美国这 F-16战机予乌克兰，方认为是对其负强大的帮助。虽然这 F-16短时间内对战局真歹产生重大影响，乌克兰自早就一直要求处理这种先进战机，以增加因对俄国作战优势。最近乌军才伫无空军暗号的情况，对克里姆林宫发动等待真久的反攻，所以予乌军随在俄国航空甲陆地部队操控。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